根據資料顯示，豆豉鯪魚20幾年前一罐賣5至6蚊，而家賣成差唔多30蚊，增長有成400% 以上。作為一家之主嘅你，當然擔心衣食住行樣樣都係錢，稅季一到又多一筆支出，到底點先可以留多啲錢俾屋企呢？我就有啲心得想同大家分享啦。透過自願醫保同埋合資格延期年金計劃呢對扣稅孖寶，幫輕屋企其實唔難。如果你同配偶都投保咗 AXA 安盛上精彩延期年金計劃，2人合共最多可以節省20,400蚊港元嘅稅款，幫埋另一半同仔女投保 AXA 安盛至尊首位醫療保障，每人最多可以扣稅1360港元，4人家庭最多可以幫你扣稅達5440港元，全家隨時慳到超過25,000港元嘅稅款㗎，舒緩咗屋企嘅經濟壓力，對未來自然更加有信心。AXA 安盛至尊首位醫療保障可以為受保人提供醫療保障直至100歲，將來退咗休都唔使擔心醫療開支，每年仲享有最高8000港元嘅稅務扣減，配合埋 AXA 安盛上精彩延期年金計劃，可以盡享高達6萬港元嘅可扣稅限額之餘，將退休儲蓄轉化為每月穩定收入，年金期長達20年，咁將來就唔使下一代擔心自己啦。想家庭開支鬆動啲，又保障到自己嘅退休生活，大家就要留意呢對扣稅孖寶啦。